新竹县政府开1亿8千万，伫湖口新起一座运动公园。想要到完工了后，即马是风发现讲，若篮球场的线画甲乱七八糟，而且着大雨，佫会积水。篮球场佫有时间线围咧，但是已经有少年人等袂赴，伫遮拍球啊。新竹县湖口这座运动公园拄完工，不过篮球场内底的线，互人看甲雾煞煞，而且只要落过雨，球场内底就会滴水。把所有的标线画在地上，然后呢，这个地面也不平啊，容易积水。这风雨飘进来之后呢，这雨水没办法散去，就积留在这个平面上面。这个对这个打球的也是相当的危险。除了设计问题，上互人感觉奇怪的所在是，这座由原来的场地只开放特别的团体，一般的民众竟然袂使使用。盖这么大的一个美轮美奂的直排轮场，居然只是给特定的一个协会或者特定的几十个人的一个单位就可以来使用这么大的场地，而且是供他特定单位使用哦。乡亲是不能进来哦，这样子合乎这个公平原则吗？根据民众的需求，以安全为原则的情况之下去订定使用规则。希望说，在这样子这么好的一个场地里面，能够提供乡亲最多最有可能的方式来做我们的相关的运动执行。开1.8亿预算起来的运动公园出现这么多状况，县政府讲会赶紧找厂商讨论，看用什么办法解决问题，让民众有安全的运动空间。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